好熱啊，好熱啊！暑假想去玩，有咩好介紹啊？阿仔要放電，想去搵太陽伯伯，但係靚太又怕曬黑，要美白。馬蘭爸爸唔要白，四大長老要視察。今集等我介紹一個地方，可以滿足晒你哋4個願望之餘，再介紹一間非常之親民嘅餐廳俾你哋，4餸1湯，白飯任裝，埋單都唔使140蚊啊！唔阻大家咁耐，我哋即刻去片。今日帶大家嚟一個地方，就可以滿足晒你哋4個願望啦。呢度就係珠海金灣華發商都。之前呢條片介紹過喺珠海我最喜愛嘅酒樓，就係喺呢個商場嘅13肖。建議大家一家大細嚟到呢度飲完茶，醫飽個肚之後，就可以各自各精彩啦。各位靚太平時照顧屋企咁辛苦，放假梗係去享受翻啲自己嘅 me time啦。呢個商場裏面有齊美容院、按摩店、髮型屋、美甲店。呢度連做頭療嘅地方都有。如果比較文靜嘅靚太，呢度有一間書店，裏面仲有一個 coffee shop 㗎，喺度靜靜地睇下書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呢度咁多選擇，可以話各式形式，應該梗會揾到一個節目啱你，可以幫你放鬆嘅。吓，以上咁多活動都唔啱你？唔緊要，跟住介紹呢個地方一定啱你嘅。呢度就係靚太至愛嘅超級市場啦。喺 B1 嗰層有一間好大間嘅天虹超市啊，佢最近仲擴充咗，多咗好多新鮮嘅嘢賣啊，連新鮮整嘅麵包同埋即刻整嘅油炸鬼都有啊。呢度啲嘢又平又靚，一場嚟到梗係要將個車尾箱打爆佢返香港先至夠儀式感啦。靚太去扮靚，照顧小朋友嘅重任就交俾一眾超人爸爸啦。超人爸爸應該唔怕曬黑，可以同小朋友出去戶外玩。喺13肖樓下露天廣場嗰度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噴水池嚟㗎。每逢夏天6至9月就會噴水出嚟，小朋友可以喺度玩過夠。而且湖邊嗰度仲有好多攤檔喺度賣水槍，幫你助興添。如果仲唔夠喉，可以沿住湖邊行去藝術中心嗰度，有好多好大好 Q 子嘅熊貓 figure 公仔啊，逐個打卡都有排打啦。溫馨提示：夏天同小朋友去玩，記住帶定多套衫、毛巾同埋拖鞋，唔好濕水冷親啊！平時4大長老幫手照顧小朋友，勞苦功高，放假梗係要帶埋佢哋去玩啦。老人家行唔到咁耐，商場多人又驚冇位坐，去茶飲店又驚霸住人個位，又唔啱佢哋飲，露天又太熱喎，點算好？唔使怕，快啲跟我嚟啦！喺13肖門口搭嗰條扶手電梯落地下，沿住湖邊行，會見到一座好大座白色嘅建築物。呢一座建築物其實就係金灣市政府嘅公共圖書館嚟㗎。呢一個就係金灣圖書館啊！點解要介紹俾各位老友記？因為佢有好多設施係專為長者而設㗎。呢個圖書館總面積有28,600平方米啊，相等於4個標準足球場咁大。點解介紹俾老友記？因為佢喺 B1 嗰層有提供輪椅租借服務㗎，同埋佢嘅閱覽座位有超過800個㗎，仲有包埋梳化區同埋臨窗吧台位置。老友記要揾個位坐應該唔難，亦都唔會覺得有壓力啦。咁都未算極致啊！佢仲細心到喺1樓有港澳報紙專區㗎，有香港嘅報紙睇，同埋喺3樓長者仲有專用嘅閱覽桌，仲俾埋老花鏡俾你睇報紙添啊！我哋港澳人士用回鄉卡就可以直接入場，而且喺櫃台登記咗嘅話，我哋仲可以用回鄉卡嚟借書添啊！一般嘅借書日期係30日，而且佢仲有一個24小時嘅還書箱，好適合我哋即日來回嘅港澳人士，唔使驚個圖書館閂咗門冇得還書㗎。跟住有啲溫馨提示，呢個圖書館係逢星期一唔開㗎。同埋喺圖書館裏面係禁止飲食嘅，不過可以自己帶水杯，因為佢每層都會有飲水機㗎。同埋佢嘅冷氣比較大，所以建議各位長者記住要帶多件薄薄地嘅外套，唔好冷親啊。如果肚仔餓，佢哋下個層有呢個咖啡廳，有嘢飲同埋有麵包食㗎，咁就唔使驚捱肚餓，可以慢慢坐啦。大家玩完一個下晝，梗係要坐埋一齊食晚餐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間餐廳叫做雲味館米線雲南菜，佢喺華發商都 B1 嗰層，即係天虹超市嗰層。呢一間完全係一間親民嘅餐廳，冇豪華嘅裝修。推介俾大家嘅原因，完全係因為佢嘅食物質素啊！特別推薦呢一個雲南酸湯肥牛俾大家。嚟到呢間餐廳一定要食佢呢個招牌菜啊！佢嘅味道酸酸辣辣，平時食米線我只可以食10小辣，但係佢呢個辣度對我嚟講啱啱好。佢呢個餸非常之好餸飯啊！我平時唔係好食飯，都可以食2碗飯啊！講開食飯，佢呢度啲飯係自己裝㗎，所以真係名副其實白飯任裝啊！除咗白飯，呢啲小菜同埋羅漢果茶都係任添任飲㗎。呢一日我哋嗌咗4餸1湯，白飯任裝，埋單138蚊咋，係咪一定要推薦俾大家呢？喂，食完飯唔好走住啊！之前條片都介紹過，逢星期5、6日喺藝術中心對開呢個池邊會有好精彩嘅音樂噴泉表演㗎，記住睇埋先走啊！最後有一個 tips 俾大家，因為假日華發商都會停車場會比較滿，可能要排隊等㗎，大家可以考慮泊喺圖書館呢個停車場，因為佢會有2個鐘頭免費停車㗎。要揾一個地方照顧晒3代同堂嘅需要，真係唔容易㗎。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日嘅分享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
拜。